前体育主播傅达人罹患胰脏癌，去年6月选择到瑞士安乐善终。傅达人生前致力推动安乐法。今25日，在众多演艺圈以及学界人士参与下，共同成立中华安乐善终立法促进会，并首度对外公开傅达人在安乐死前的吞药画面。担任首届理事长的傅达人儿子傅俊豪表示，将会努力完成爸爸的遗愿。傅达人在安乐死前的吞乐画面曝光，他对镜头表示：“敬爱的主，请你保守台湾，台湾不要这么恶斗，台湾一定要讲究法治、公平、自由、人权，并严正呼吁司法，你们要不公正，台湾就会灭亡。” God bless Taiwan。最后说完一句再见 ，Farewell so long。傅达人在众人清唱奇异恩典歌声下，吞下杯中的药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傅达人已逝世约9个月，但傅俊豪表示，看到爸爸临终前画面仍感到痛心，每次看，每次都会哭。他说，爸爸看到许多病患活着痛，想走又走不了，才自愿到瑞士做一个示范。家人刚开始并不赞同，但一路看到爸爸承受癌症疼痛且日益消瘦，才慢慢了解爸爸的心意，全家人才转为支持他。傅俊豪说，当初一家人为了爸爸安乐善终前往瑞士，前后共花费300多万元，搭飞机共100多个小时。试想，一名80多岁的癌末病人还必须忍受长途的折磨，到达瑞士后语言也不通，但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如愿到瑞士进行安乐死，因此成立促进会，继承爸爸的遗愿，在台湾推动安乐死合法化，希望台湾能正视癌末患者的自主权，让患者在家人陪伴下舒服完成最后喜乐再见的选择。